再这样听下去会有损士气。你以为只有你会喊？老子嗓门比你大！你这个无耻之徒，就会满嘴喷粪！这才是漂亮的女人！我才是漂亮的女人！我这个皇后才是皇上的女人。你竟然敢找人来假扮，你不要脸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别胡闹，你这样会有危险的。都看清楚了吧？就凭老子这副相貌，也就是你们这些脑子里塞满狗屎的鞑子们才会相信她是皇后，还把个弱女子绑到两军阵前来。你不要脸！之前我还纳闷呢，你们的城墙怎么那么厚啊？原来啊，是照着你们的脸皮建的。你别说了，你这个女人嘴尖舌利，言行粗鲁，哪有一国皇后的仪态？分明就是假扮的。找南蛮子皇帝跟我说话，找个女人冲锋陷阵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算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付你们这些鞑子，我们南下的女人就可以轻松应对，何必劳烦皇上？哥们儿还行吧？你们欺人太甚了！给我放箭！